咱的即个家己沙龙的听众观众吼，咱即个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柯文和医生吼来跟咱分享吼。啊，可能大家有看过伊的迄个面册袂重要，有看过台湾话普仔纸的举手，台湾话普仔纸，袂歹啦吼。即个比例真悬吼。除了台湾话普仔纸以外吼，大家敢还佫知影伊还佫有其他的即个专长吼。台湾话普仔纸袂当算专长啦吼，就是讲，伊透过伊整理真侪资源，伫台湾话普仔纸吼，袂少即个学习者吼知影真侪，就是讲要学习家己做者资源吼，透过即个袂重要，互真侪人得到帮助啦吼。事实上，伊的专科就是医学嘛吼。毋过医学咧，今日要来分享即个主题，刚才是较少人了解的一个领域啦吼。所以今日要邀请伊来讲即个部分。毋过伊还佫有其他的专长吼，我嘛是最近才知影讲，伊也晓写 app 吼，有咧写 app 吼，最近有写一个气盛储贷款的迄个 app 吼。等下请伊小可介绍一下安尼吼。毋过迄毋是今日主题啦，主题是即个医学即个部分吼。好，咱就把时间交互柯医生吼，来甲咱分享。咱发声鼓励一下。多谢陈老师。大家好，晚安，我是柯文和。真欢喜今日有机会来遮台理沙龙有甲大家开讲。无咱就来开始吼。一开始我要甲大家请问一个问题：你以前捌做过决定，你感觉后悔？你的人生中上重要的遐个决定，你半年、一年、几来年，还是10几年了后，翻倒头甲想，你感觉后悔？上重要的问题，就比如讲，你要读啥物学校，要读啥物科系啦吼，毕业了后要做啥物工课，吼，你有要结婚无？有要生囝无？有要生囝要生几个？要买厝，当时要买厝，吼，厝是要用税厝的，还是甲买起来贷款安尼，吼，有种种的，吼，像即款的决定，就是人生中上重要的决定。请大家差不多想10秒钟，斟酌甲想看卖啊。你成年吼20岁了后，到呾你的人生中上重要遐决定，你感觉后悔？好来，你安尼甲回想起来，看有话较少咧，可能较20岁痛。你过去做的人生中上重要的决定，你当甲想起来，加减会后悔，还是真严重会后悔？请开手。敢会使用一句话讲一下，讲迄是啥物代志？婚姻，嫁无着，迄个上好。嫁无着，迄个上好。即摆可能较歹弥补啦吼。好，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人生中真重要的一个决定，吼，甲一句话。这个决定就是我决定要做职业医学科的医师，吼。这句话连面讲。好。我甲想起来吼，我的人生中，我即摆37岁，我的人生中为25岁，我大学毕业的迄年左右开始，25岁到呾37岁，12年。这12年，我人生中有袂少个真重要的决定。我即摆甲想起来，我决定为我家己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拢是足正确的，我完全无后悔。毋过吼，有缘有一寡可能嘛对人生是不哩重要的代志，但是我无去甲斟酌甲想，吼，迄种代志，尾后甲想起来，大部分拢会加减会后悔。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中的即件代志吼，我是安怎选择职业医学即条路吼，大家可能真少人听过，这到底是创啥呢？甲一句话啦吼。煞来我就先简单自我介绍者，无除了大家来破纸，可能大家嘛毋知影我咧创啥吼。我是宜兰人啦吼，读大学进前拢伫宜兰生活，所以伫宜兰住18年。大学就到台大读册吼，读册毕业了后，我去做兵吼，做兵去真济所在，做兵退伍了后，我转来到台大病院的职业医学科做大院的医师，甲上尾一年是总医师啦吼。训练3年了后，我就决定无要踮咧台大病院吼，我就去新竹的科学园区做迄个顾问医师，迄当阵嘛有咧看门诊啦吼，后来我就是完全无咧看门诊啦吼，到我即马也共款，差不多3、4年之前到呾吼，我有人定来问讲，你咧做医师，你是咧倒一间病院看病，吼，你门诊是啥物当时？啥物时阵？我来讲，我即摆已经无咧看诊啦吼。我拢伫企业也是政府的机关内底做顾问医师，咱免甲大家讲这顾问医师会创啥？另外就是拄则陈老师有甲我到分享的，就是讲我即摆有咧学这 Android apps 的开发啦吼。过这毋是今日重点。另外我即摆嘛是在花纸的管理者安尼。因为我开足侪时间咧做企业的顾问医师，所以咱的劳动部职安署还是国民健康署劳保局等等，伊若要开一寡甲咱的工课有关系、甲健康有关系的训练课程的时阵，一定会邀请我去演讲台北、台中、南部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其实外岛嘛拢有定定去演讲。这是几啊年前有一个收费的课程。伊是规工的课程，邀请无共款领域的医生、无共专科的，有诶咧中医的啦吼，有诶是开诊所，有诶病院的，有诶咧伫病院做医生的，有诶伫外国做开公司，卖一寡医疗器材吼，等等，都有真侪大院医师甲主治医师来报名这个课程，其中我嘛有邀请，互人邀请去演讲这个主题吼，就是医学生界的各种科研。嘛有保险公司伊要推出一个甲健康有关系因的一个成果吼，咧统计一寡物件的时阵，就开一个记者会嘛，邀请我去参加安尼。这是去年啦吼，2019年的年底，国民健康署，你若有咧做大公司内底做工课，你就知影咱台湾国民健康署因真拍拼因即几年为咧做一件代志，叫做健康的职场健康职场健康职场，有真侪企业拢会报名去参加整理讲因伫健康、伫照顾员工的健康方面做有啥物成果安尼，大家来比赛国民健康署会甲评分。因的当年的年尾拢会办一个发表会就是颁奖啦颁奖因就邀请我去甲大家分享，甲遐得奖的企业分享讲，你工课中要安怎甲员工的健康顾较好这是即2年即2、3年空间杂志伊嘛有办这个企业健康公民这是去年的相片啦今年伊嘛是共款有找我去做评审委员大家看顶下的评审委员，这个是成大教授阮职业医学科的大佬还是大佬，唔知大佬这个是职业安全卫生署劳动部下骹管公司的安全卫生的署长退休啦拄退休。这个是中山医药大学的教授，过来头前这是嘛是劳动部的机关的教授，这是师大的教授，这个是企业的护理师的协会理事长，这个大家应该这个较捌啦区淑茶应该叫区淑茶，这个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
对，我也记。嘿，所以就是因为我开足侪时间咧做顾问医术，啊，我拢无咧看门诊吼，拢咧企业内底甲大家斗相共，所以有真侪机会像即款场合定定，我去的，甲我同齐去的拢是足资深的先輩，啊，我看起来敢就较无经验嘛，甲因比起来吼，啊，毋过真欢喜会使参加啊。大家可能最近即几年吼，伫新闻嘛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讲科学园区的工程师吼，伊过劳吼，加班加伤侪点钟，啊倒落去，吼可能就死去，还是迄心脏的这血管去踢着，还是中风吼，啊咧上新闻，啊上新闻，这倒一个会争议叫做。这人倒落去，到底是职业病还是毋是职业病，对吧？因为这甲伊的公司甲这个劳工的权益，吼，差足侪，吼，是职业病甲毋是职业病，这差别足大个，吼。啊，即件代志伫台湾要安怎判断的？就是爱用咱的政府出版的一寡指引啊，吼，一寡概览，吼。啊，这概览因劳保局吼，定定会讨论这代志，啊，我有受邀请去。讨论这件代志吼，啊，另外就是，你若看到一寡讲，伫公司互人性骚扰，怎样讲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台语怎样讲？性骚扰等等吼，也是去用霸凌啦吼，就是去用孤立啊，互人。一群人讲好咧歪插伊中昼莫叫伊食饭安尼吼，也是讲甲顶司也是下骹的人，就是来往有出问题啦吼，也是去用骂啦吼，啊等等一寡的霸凌的行为啊，定定嘛会上新闻啊，因为有人吼霸凌了后，伊就较敏感，啊伊可能会忧郁症吼，还是心情就出问题，爱去看精神科、身心科吼。啊，共款，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到底是职业病还是毋是？吼，啊，即摆目前伫台湾的这个指引，就是前3天前，即摆3天吼，3天前迄职安署请我来甲斗写，啊，但是这内容其实毋是我家己创作的啦吼，咱基本上咱台湾的过劳甲即个霸凌造成的精神的病的即个指引吼，咱拢是。照一本的，吼，台湾的就要甲抄一个尔，吼，啊，内底大部分的内容拢是照一本的。我有一个 blog 咧写一寡甲做行会健康有关系的代志，比如讲健康检查啦，吼，比如讲我这个职业医学科是啥啦，吼。好，啊，我自我介绍就较久，啊，进入主题，就像。伫面册顶悬的迄个 poster 写的，海报写的吼，就是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其实有3件代志。第一个是先怎要决定行这条路，职业医学科这条路。啊，第二项就是职业医学是啥，我会讲一寡故事，甲来分享讲我这到底是咧创啥。啊，第三个就是我行到哪位置，敢有拄着啥物困境，啊有啥物成果，啊即寡成果有。一部分拄则大家看迄相片就看到吼，迄是一部分的成果。好，是安怎要决定行即条路咧？吼，啊，即摆就要来讲到，我拄则有讲，要甲大家分享我即个决定，啊，阁有一句话对无？啊，即句话是安尼，毋是即句话，毋过即句话嘛最重要的吼。小王子伊内底一句话叫做上介重要的物件，用目睭是看袂到的。啊，既然用目睭看袂到。要安怎去甲找出来？好，拄则陈老师有讲，我有咧写 Android， 吼，我 Android 我有伫 Google Play 顶悬创一个 page， 吼，我甲放大，互大家放较大下来看，就是即句话啊，即句话我是用华语写，啊，即摆我用台语讲，就是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即句话叫做重要的人生问题，你若无想出，互家己感觉安心的答案，这个问题。终其尾会阁翻倒头来找你，我的感想是安尼，吼。
你上重要迄个人生问题，比如讲你要读啥物科系啦，你要结婚无？你甲想结婚要生囝无？要买厝无？要读册继续读册读研究所无？哦，等等，还是你要做倒一行呀？工课吼，即个问题你当初咧做决定的时，你若无甲想好足清楚的，你久来你个回想，一定会感觉会后悔。哦，啊，就是。你若无想到，互家己感觉足安心的，一定会倒来找你。哦，这个问题一定会倒来找你。啊，有当时时间已经过，你嘛无法度创啥，但是有当时啊，也有机会，吼，去甲挽回，但是你就会真困难做决定啦，吼。好，啊，我家己故事是安尼啦，拄则讲我大学进前伫宜兰生活对吧？啊，大学读。大吼，啊，考大学伊当阵是控制年，我运气袂歹，考了袂歹吼，所以考着大。啊，当然厝内人真欢喜嘛吼，我的高中母校嘛真欢喜，啊，我就甲选落对无？啊，考遐好，哪有人无要选大医学系嘛对吧？啊，但是咧，迄是几年前，19年前，19年前我做这个决定的时，我敢有想真清楚？大家摇看卖，无嘛对无？当成绩够你就甲交落。重要的人生问题，若无想出互家己安心的答案，伊会倒来找你。2002年，我18岁当阵，大医科就甲交落，看起来敢若真欢喜啊，真光荣啊，对无？但是这个重要的问题，我无想清楚。伊当时怎啊找我？7年了后。因为讲吼，因为讲7年了发生啥物代志吼，啊，但是比如讲你选择要甲啥人结婚，还是要读啥物科系，还是要做啥物头路吼，你有当时可能像我安尼共款，就是想无真清楚，就甲决落。啊，但是你逐工嘛是爱过生活嘛，对吧？你读这个科系，你逐工嘛是爱去学校啊，爱考试啊，对吧？爱写报告啊。啊，你甲这人结婚，你逐工嘛是爱甲伊斗阵啊，同齐食饭啊，同齐佚佗啊，是安怎？同齐思考恁逐工爱处理的代志嘛，吼。啊，做工课嘛共款，所以就算讲你想了无真清楚，你逐工嘛是爱面对你已经做的这个决定，对吧？所以。一定会心头感觉怪怪啊！你必须爱找一个理由，互家己较好过吼。啊，既然我对这个做医生这件代志，伊当阵其实无特别有啥物热情，吼啊，所以我就必须爱找一个互家己安心的答案。我是安怎要继续读这个医科甲读落去吼。大家约看卖啊！我伫台大医学系，我咧问我的甲班的同学。我就凊彩甲大家问嘛，讲，请问你是安要读来填这个台大医学系？啊，大家感觉，我是足有热情的。自细汉还是自国中还是当时开始，就感觉我一定要做医生，要来救人，抱着安尼心情来读台大医科的有偌济人，足少的，差不多1、2成尔。大部分拢甲我共款，成绩够，考了袂歹，运气袂歹，啊，就甲交落去，吼。啊，所以呢，你必须爱伫你的课程当中，爱找着互家己有一寡正面的物件，有热情的物件。啊，确实有呢，吼。我伫阮医学系当阵是7年，即马变10年啊，吼。即马学者我看，阮当阵7年，吼。啊，7年我伫我讲几个故事，就是讲其实我咧读的过程中确实有一寡正面的代志。比如讲，我大二的时阵，有一届咧期末考试进前，因为阮一班有100外个人嘛，100外个人，逐科拢有一个助教，吼，甲老师斗出题目啊，解考卷的吼，助教。啊，助教有一届哩，有一科的期末考试进前，阮咧大教室吼，足大间的，啊，助教就走入来，甲麦克摕咧，伊讲。借问考分号是倒一个？我想我当害啊是嘛？连咪就要考试啊，但我是出啥代志？啊，我就举手讲，助教是我。然后讲，你招待吼，
考满分啊。走台是啥物意思？大家知无？走台是伫生物科学的，生物即科定定会做的代志，就是讲咱若生物学定定爱看迄个用迄个 microscope 嘛，显微镜，去看物件，看即细物件，你甲放较大个，放大。啊，迄科叫做寄生虫科，面虫啊是啥物迄种寄生虫科。啊，走台意思就是讲，考试的时阵伊一个大教室，实验室，内底有50个题目，啊50个题目，每一个位拢是一个 microscope， 1号、2号、3号、4号，啊，一届就是50个学生入去考，啊，大家就照编号安尼，所以即马准备大家拢坐好，啊，做到就开始比比开始。30秒了后，伊会阁比比，就讲即题结束，啊，请你刷去后一个位。所以30秒安尼50条。啊，你爱写，你的考试就是你看显微镜内底的物件，啊，你爱写讲这是倒一种寄生虫。就安尼50条写了。啊，其实我即科我期中考了嘛无偌好，然后因为我也无啥兴趣嘛，啊，只是讲期尾考试进前，我有去甲迄个课本迄相片，即个寄生虫的遐卵啦遐相片，我甲好好看，差不多看一工，我搁倒工经缩写，逐个遐看。啊，看可能运气袂歹，就考满分。啊，所以迄届同学就感觉讲，考分好应该是真拍拼读册咯，啊，成绩真好，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但其实，我是运气好啦，可能我对迄个相片的这个辨识力可能袂歹，啊，所以就安尼。啊，搁有我会记阮伫第七的时候叫做实习嘛，intern 我伫台大病院实习。啊，迄当阵。台大病院的 intern 实习医生较特殊的所在，就是阮爱抽血。真侪学校的 intern 是毋免抽血，伊爱斗着讲啦，爱斗偏位讲啦，但是毋免抽血。啊，台大毋知安那传统就是安尼，就是爱抽血。所以阮若轮到值班的，你就爱看迄病房遐，透早你就爱看迄病房遐有啥倒一层爱抽血，伊就爱甲抽煞了，才甲大家开会，啊，我会记得我迄当阵的抽血技术袂歹，所以定定有迄种阮共一个病房的，啊是阮共体其他的人，伊轮到伊值班，啊但是抽血的技术无介好，伊就请我起来斗相共。啊嘛有隔壁病房的，我的同学，伊值班，啊甲已经到真晚，暗时9点10点，啊伊抽血技术嘛无偌好，啊伊就抽袂出来。就敲电话我考分好，伊会使来斗相共，我甲斗相共。所以我抽血技术袂歹，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件正面的代志。啊，佫较特别的，甲抽血有关系我是做兵的时是做医官，医官。啊，有其中3个月去高雄的公山遐有一个通信的训练的基地，我伫遐落基地3个月。啊，3个月，因为迄个落基地就是全台湾的各县市的共款，比如讲你这是炮兵，创炮的，还是你是通信兵，通信兵就是这3个月真侪全台各县市的这个通信兵，拢若有抽到，就这段期间就是来公山遮，同齐训练，同齐考试，啊，迄当阵阮伫遐，我会记哩有6个部队，包括我家己的，我总有6个部队。伫遐，所以阮有5个医生，医官伫遐。啊，迄当阵伫遐是差不多是热天啊，已经热人啊啊，热天的时阵，就冰啊，定安怎？会着沙嘛，对吧？所以阮伫咧医务室内底，啊，就有一工有一个人叫阮扛入来阮医务室。啊，毋过头脑还阁清楚啦，啊，但是看起来可能就是着沙，迄种较轻的迄种着沙，啊，免送病。啊，阮就甲请送来人甲付迄眠床遐，医务室内底有眠床，啊倒咧，啊刷来爱创啥？这人看起来敢若是着沙，
欠水，上来爱创啥？爱钓大档嘛，对无？当处长讲的无毋对，爱钓大档吼。啊，阮有6个医官，有一个生态的，一个阳明的，一个中山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国防的，啊，甲我，啊，大家我拢知影爱钓大档，啊，但是咧我看你看伊。哦，啊，到底啥物去甲注射？注咧两针，因为遐技术啦，吼，你若无熟，你甲注大档，迄两针你可能注袂入去，还是要赌几啊摆，我足疼。啊，大家看看讲，柯文豪，你毋是呆呆，恁呆呆都有咧抽血啊？吼，阮咧实习的时，阮无抽血，所以我袂晓。吼，啊，伊当阵我就想讲，对咧吼，我以前不哩甲有抽血，啊，我就小可甲回想一下，吼，啊。甲消毒一下，吼，杀菌一下，啊，就甲注落，一针就可以啊。吼，所以等于是解救我其他5个医官的困扰，大家足紧张啊！我袂晓做，袂晓做，袂晓做，袂晓怎吼？啊，所以讲我咧读医学的过程，其实嘛有真侪算不哩有成就感的代志啦。虽然讲无讲真有热情，但是你搁回倒头来看即句话。我遐成就感，比如讲囝生通考，我咧招待考满分，啊，搁后壁真够注射，敢有回答这个答案？重要的人生问题，我若无找出互家己安心的答案，这个问题一定会搁翻倒头来找我。我拄着的问题，啊，我无去处理的，迄个问题是啥？我是安怎要读医科？我是安怎要做医生？对无？就算我有诶科目表现了袂歹，吼，我伫病院实习诶时，有诶代志表现了袂歹，无代表即个问题我已经安心啊，对无？我想要做医生，啊，做医生我有度维持热情无？即个问题我当初嘛是还无法度回答啦，吼。啊，所以咧，即个问题当时等来找我7年了后，我讲我毕业了后去做兵嘛，吼。啊，做兵，因为当阵有迄个军训课会使扣1个月，所以我做12个月的兵。啊，12个月的兵，一开始是咧迄个台北县，即马新北市遐南口遐，有一个医官的训练的所在，阮爱伫遐5礼拜，啊，才分配去各个所在，你是空军啊，是海军，你陆军啊，吼。啊，咧训练的是，我会记得有一届。上大长的课是大礼堂，吼，大礼堂，阮共体医官拢伫遐几啊百人。啊，迄当阵来甲阮上课的是一个 CDC 的医师，吼，一个先辈，大家可能捌听过伊的名，伊叫做王崇宁、黄崇宁，各位大家有听过无？马街的小儿科医师，吼，小儿科的医师，不哩有名吼。啊，伊当阵就来甲阮上课，上一寡防疫的课，啊，主题是啥我袂记。我会记的是讲，我即摆咧做兵啊，我已经毕业啊，啊我做兵啊，啊退伍了后要创啥？应该若无真大的改变，若是即个世若无伤大的改变，我应该是继续做医生嘛，对吧？吼，因为毕竟7年就安尼甲投落啊，吼，无做医生就来拍算，啊，我就摕一张白纸出来，一张 A4 的白纸出来。我毋知即摆有改变无，应该还无改变啦吼。就是讲，你咧做兵的时阵，你咧内底，你袂使摕手机啊，吼，袂使炸手机啊入去。吼，你手机会使炸，但是炸去门口吼，你放假放出收假的时阵，迄个手机都爱互中官甲收去。吼，伊可能1礼拜也是当时有可能10分钟，互你卡手机啊，啊卡出来都爱去收转去。吼，我毋知即摆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大礼堂咧上课是毋是无手机啊？所以我就开始回想，我以后若要继续做医生，我要选科嘛，我要选倒一科，我就开始想，吼，阮医生的专科基本上分2大类，爱开刀的，或者外科系，免开刀的，或者内科系，吼，啊，大家要看嘛，我是会选倒一个？外科系还是内科系？内科系啦，职业医学科是内科系，免开刀啦，靠一个嘴啊。所以
我就回想讲，我咧做学生，我咧见习，我咧实习的时阵，去过真侪科嘛吼，外科、内科、小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眼科、骨科，啥物拢爱去，麻醉科拢爱去，吼。啊，伫即个见习甲实习的过程，去遮侪科，吼，啊，到底对遮个科的印象是安怎？啊，我适合倒一科，我就开始想，我就先甲每一科拢甲写起来。啊，因为无手机啊，所以我毋知影我有漏交去无，我就甲边仔共提讲，你看卖安尼，敢是全部的专科，敢有有其他你甲补充者吼？啊，问了了应该差不多，应该就是安尼，拢将20-30科啦吼。啊，我就开始用三读法，吼，我感觉无适合我个画条吼。外科系、内科系，啊，我就回想，讲我伫实习的时阵吼。实习的时阵，实习医师爱创啥？外科系，比如讲是心脏外科，我若去心脏外科做实习医师爱创啥？爱去开刀无？爱。但是伫开刀房内底，阮就是揪狗啊，大家可能有听过吼，看医疗局揪狗啊，拉钩啦吼。就是揪狗啊，甲迄死啊，甲泡较开的，吼开刀的主治医师甲住院医师、学长、学姐会使开刀较方便，来揪狗啊，吼，啊是摕迄个钉啦，吼，大家可能毋知影迄个微创的手术，微创手术，吼，有一支长长的钉爱照内底，吼，啊你咧手术的时才看会清楚，啊我就是摕迄支钉落去，安尼吼，实习医师都会做即款代志。啊，我会记得我伫外科咧开刀房的时阵吼，我回想起来，我感觉，我袂当咧徛久，啦。毋是讲我身躯袂堪，我身体袂歹，我心情袂较哩。伫迄个开刀房，差不多徛20分钟，我就动袂了。我感觉这足无聊的，无兴趣啦，无兴趣。我会记得，我伫神经外科的时阵，有一个R2的学长，阮大家看迄医疗剧，我就知影有一个医生爱做的代志叫做巡房嘛，对吧？真有名大牌的医师，伊来看伊的病人的时阵，住院医师啦、实习医师啊，就甲伊先伫护理站甲伊报告，讲即个 case 即摆安怎，啊，当时要开刀啊，是即摆开好刀啊，即摆抗生素做了第几工，啊，即摆白血球安怎，等等报告，啊，报告全部报告了后，阮就会去巡房，对老师去巡房。啊，我会记得迄当阵一个R2的神经外科的学长，伊足教的，伊每一个病人的情形。啊，即摆情形是安怎？食啥物药啊？啊，开刀有顺利无？啊，开刀的过程是安怎？有啥物并发症等等，伊拢免看纸，是免看笔记，伊就记咧头壳。我迄当阵伫后壁看即个学长咧报告，我讲这人足厉害的。啊，但是我搁较拍拼，我嘛无法度做到迄种程度。可能我即方面我较无天分，啊，我嘛。对即个神经外科等等较无热情，所以我要做甲伊遮好，我安尼甲料想条，我感觉未来我无可能做甲遮好，所以当初我有感觉这我袂使，所以外科我无法度徛久我会挡袂掉，所以我外科系全部删除掉，啊内科系佫有足济嘛内科系我删除到尾啊，剩4个。我看到4个，我了袂记。好，内科、神经科、复健科、职业医学科。内科、神经科、复健科、职业医学科。我怎啊讲？我徛久挡袂掉，对吧？啊，我阁回想起来，这4个我要安怎甲删除倒一项坏？我阁想想诶。毋若徛久挡袂掉，坐久我嘛挡袂掉。你看一个门诊，你是毋是伫遐坐3点钟？不管你是看感冒的，还是看中风的，还是看肠胃的，对吧？你一个门诊，你就是坐伫遐嘛坐3点钟。我坐久，我也感觉足压榨的。啊，所以这4科有倒一科互我免徛久，嘛免坐久。
头家看啥物科，看你家己。我有两个同学咧去开诊所，伊嘛是爱伫遐坐咧啊。徛起来，甲人做迄个超音波啦吼，做诶时阵会使徛起来。但是看微整诶时，你嘛是爱坐伫遐，因为病人入来你就是爱互伊坐椅啊嘛。病人坐椅啊，你徛起来怪怪，吼，所以看微整诶时，基本上嘛是爱拢爱坐着，所以坐足久诶。所以坐久，我嘛无介意；徛久我也无介意。所以吼，这个专科加匹配了后，就剩职业医学科。而且职业医学科有两种，有两条路，一条路呢是伫病院看职业病，第二条路去企业内底做顾问医师。所以想想了后，我这条路通行啊。想想了，我明仔剩这条路通行啊。好，所以呢。共款啊吼，我拄仔讲选读这个台大医科的迄个高中考大学的时阵，这个问题我无想到真好的答案，对吧？所以我才会咧做兵的时拄到这个困扰，因为我毋知影后一步要创啥。我做兵的时做的这个决定，我无爱徛久，所以我外科系删掉。我无爱坐久，所以我甲内科、神经科、复健科拢甲撇掉，纯职业医学科，我是袂共我来面对这个问题。好，我决定要来企业内底做顾问医师，因为这我的个性上下。但是呢，我若对这件代志我无想出一个这条路，对这条路我无想出一个，互我家己感觉真有意义的代志，我咧做了也袂欢喜啊，对无？好，我就开始找讲，我做顾问医师有啥物意义？一开始其实会感觉怪怪哦，因为包括我家己，也是我的同学，大部分的人拢感觉，做医生就是无你就是开刀啦，还是无是病人有无爽快来找你，你就真紧就有法度甲诊断、甲治疗啥对吧？还是一般人拢感觉做医生是安尼，阮家己嘛是感觉安尼吼，所以你选向特殊科的时，其实心内感觉怪怪吼。所以我就必须爱想一个讲，我即马做的毋是 typical 的，毋是典型的医师，我要安怎找一个核心的思想来互家己讲，我做即道真有意义，真有意义。你就爱想讲，甲一般的临床的医师clinical 的医生你看病的医生，你治疗的医生，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你会使出来的，而且伊真有意义的，其实有哦。其实有，我当初就想到啥物代志，我想到一句话，咱会讲，预防比治疗较重要，对无？预防比治疗较重要。你一个病，你若有法度，莫互伊发生，安尼上好嘛吼。你若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才要去复健，安尼其实就较慢去啊，对无？预防比治疗较重要，但是各位印象中的医生，开偌济时间伫预防，开偌济时间伫治疗？你想看卖啊？你诊所、你病院看到的医生，伊开偌济时间，你甲你预防你的着病，你开偌济时间你治疗，还是甲你的病复健？差足济对吧？大部分拢咧治疗，大部分拢咧复健，你莫变搁较差，要互你预防你的健康出问题，足少的，感觉是安怎？感谢医生心肝拢遐歹，拢要趁你的钱。一定毋是嘛？可能有一寡人是安尼，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嘛是希望大家健康嘛，对吧？家己有法度趁钱，会使会得过，来看的人，伊帮助的人嘛会使维持健康，安尼上好，对吧？所以先怎大家安尼甲回想起来，预防既然比治疗较好，为什么大部分的医生拢无咧做预防，拢咧做治疗？来讲为什么？治疗较好赚，你有像我自费的物件嘛，对吧？我咧手术我会换迄自费的迄个医材较贵，无对治疗是较好赚，无对。另外呢，你即摆去看病，伫台湾要去看病，无论你看门诊，还是你要大医，
要开刀还是啥？咱爱出的钱敢有足济？比如讲，甲美国比起来，加真少嘛对吧？因为是健保嘛。所以咱伫台湾要看病的时，这医疗的费用一大部分是健保甲你规定起来。哦，你开这个刀偌济钱？你开这个药啊偌济钱？哦，你看一个门诊，迄诊疗费偌济？伊拢规定好啊。自费的以外吼，一般拢是规定好啊。我有大家一个数字，就参考一下吼。咱伫咧做迄个查某人有生的时，就是看妇产科对吧？啊，咱健保内底有一条叫做第一孕期，咱大家知影有生的迄个孕啊，吼，怀孕迄个孕。第一孕期甲第三孕期，吼，咱一个孕期差不多14礼拜啦，吼，啊，规个有生的过程就差不多3孕期，1、2、3，吼。第一孕期甲第三孕期伫咱的健保内底，吼，你若是妇产科医生，吼，啊，你的有生的妈妈来找你看门诊的时阵，你会使伫你的系统内底去用起盘拍出去讲，我有甲伊做卫教。卫生教育，吼，我有甲伊counseling，吼，咨询，吼，我有甲伊讲，这要注意啥？啊，大家约看卖啊，即个物件，第一孕期，我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你来甲我看，你即摆是第一孕期，我有甲你做卫生教育，我报健保，大家约即件代志，你有甲伊做卫生教育即件代志，医生若甲起印落，安尼偌济钱？约看卖啊？这是预防嘛，对吧？咱拄仔讲健保，咱为什么大家医生真少咧做预防？啊，甲健保有关系。啊，即摆来讲健保到底是预防即件代志吼？第一孕期的咨询，甲第三孕期的咨询，医生甲起落，安尼偌济钱？要看卖啊？1万块、1000块、5000块、3000块，偌济？有啦，有，既然有即条，就表示有钱，所以无可能一条。偌济钱？啊？1000块？无法管。偌济？100点。100点，100点差不多偌济钱？80块。你个医生开20分钟。甲你咨询这个第一孕期的，吼，你有生的这10几礼拜你要注意啥？80块，80块毋是医生赚哦，是病院甲诊所拢总共摕着80块尔。即件代志，咨询的这个卫生教育80块，安尼想要做？伊第2期无这个物件，第1期甲第3期拢会使80块安尼，吼。啊，前几年我发现这个，我甲真侪医生朋友讲，啊，大家感觉哇，即行当然因若在基层的其实拢知啦吼。啊，我昨去甲查，哦，有新的哦，吼，拄则是讲有新的时阵对吧？有新第一孕期甲第三孕期嘛。啊，咱一般比如讲你高血压，你去医生甲你咨询，甲你卫生教育，几年前是无的哦，无钱哦。哦，医生甲你卫生教育，你去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有啦吼，糖尿病有另外的收费，啊高血压无咧。我昨去甲查，有2018年开始，咱的健保局吼健保署开始有啊。你若是15分钟，你若这个咨询吼15分钟至30分钟，会使收300点，300点偌济钱，就是180左右嘛吼，只也是。啊，你若超过30分钟，500点。400块左右啊，安尼有济无？啥物早时间？啊？啥物人去甲你早时间讲你讲？伊可能有一个方法去 check 啦，吼，啊，反正就是，伊可能看你咧看门诊嘛，你的迄个嘿啊，电子病历顶悬有记录，几分几秒安尼。所以呢，30分钟以上，400块，大家感觉有济无？比如讲这是诊所，规个诊所伫30分钟
医生、护理师甲其他的人踮咧遐，拢总收入400块，还佫水电呢，还佫厝租呢，还佫遐个人的薪水呢，400块尔。这400块，大家可能感觉讲，比较少，但是毋知影到底偌少。啊，咱要知影一个物件是济啊少，甲别人比较嘛，对无？甲啥物件比较？律师，律师是毋是算时间的？律师1点钟的咨询，偌济钱？对，吼，你若去看迄个台北律师公会，吼，伊就也是你去 Google， 差不多啦吼。律师的咨询1点钟2000块至8000块，啊，平均差不多5000块，1点钟5000块。啊，咱拄则讲，医师的咨询，甲你高血压，甲你详细甲你讲，你这高血压吼，你的人生中未来安怎处理啊？你安怎食食来安怎注意吼？运动安怎？你困眠安怎？拢甲你讲甲矫正。半点钟摕着400块，啊1点钟呢，就差不多800块。800块到5000块啥比？律师伊是一个人出来尔，就甲你算5000块啊。安尼是一个诊所呢，一个诊所你安尼吼。所以咱的健保对医护目前还无重视，所以你伫诊所，你伫病院，你才会看到医生无图开一节时间咧甲你讲嘛，对无？伊开时间，比如讲你一个门诊，啊隔壁一个门诊，你坚持要甲来甲你看病啦，无偌讲济人讲30分钟，啊3点钟了看6个人咨询偌济钱，2000多块，啊，佮有另外一挂吼，挂号费啦吼，挂号费顶顶迄济人差不多500块，你若无开特别的药啊，500块，所以规早起可能无到1万块，5000块，可能不止，可能更较少。你敢干那研究是这物件？其他会使做啊。所以你拿。对，但是嘛足少啊，嘛共款足少，但是其实嘛足少。我正来讲，你若去看感冒，啊，你若无摕啥物药啊，实际上伊甲你收的挂号费，加上健保署互伊的钱，差不多500块一个人。所以你若看较斟酌，看8点钟看一个人，你稳倒的，你稳倒的啦。吼，你若看一个人看8点钟稳倒的，甲律师比起来差遐济吼。啊，所以就是讲，咱健保目前是无鼓励你做医护，所以你才会看到大部分的医生，除非伊做自费的，无伊讲真少有法度开真济时间，甲你详细讲。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健保目前还无重视医护啦吼。啊，第二个，你啥物时阵会去看医生？无爽快嘛，对吧？无爽快才会去看。因为平常时去看医生讲，我即马是无高血压啦吼，我想要甲你请教看下，我未来若高血压，我即马要安怎，还是我要安怎预防？我即马无糖尿病啦吼，但是阮厝内有人有吼，阮时代有，我想要先提早来甲你讨论看下，讲我要安怎预防糖尿病？台湾目前的文化大概是无惯势安尼做，吼，所以大家要无即个惯势，啊健保嘛无重预防。所以，咱大家印象中的门诊甲病院，就真少人在做这件代志。吼，这个两个上重要的原因。啊，预防其实无论现状是安怎啦，预防嘛是比治疗较重要啊。啊，你要安怎做？你若是像我，你是一个医生，你想讲对啊，预防比治疗较重要啊。啊，我若想要开，我会开来大部分开你预防，要安怎做？既然台湾人大部分无破病，无倒位无爽快，伊就袂去看医生，啊，你要安怎找伊？你要倒位找伊？我大家看这个国民健康署的进行的调查，吼，伊调查分就调查台湾。成年人啦吼，我讲18岁以上就开始吼，啊分3个年龄层吼，啊甲问讲你有高血压无？你有糖尿病无？
你血油有悬无？吼，等等的，才会慢性病。甲先甲咱问，啊，第二个问讲，你有高血压，啊，你即马控制，敢有控制伫80到90以下？因为咱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就是80到90嘛，吼。啊，你若有高血压，吼，你若高血压的这群人内底，你若有控制咧80到90以下，就说叫做有控制，吼。啊，若无控制80到90以下，就做控制无好，吼，甲分两边。咱来看这数字，控制率，吼，就是高血压的这群人内底有控制咧80到90以下的，伫台湾有偌济？吼，20岁吼，20到39岁无到1/4。意思就是3/4以上20到39岁高血压的人，伊无控制伫80到90以下。这比例算，就是控制率算足低，吼，无控制率算足悬的。啊，后一个年龄层是40到64岁，大家要这个控制率来较悬啊，较低，较悬吼，大家开始注重家己健康嘛吼，差不多一半。啊，65岁以上的，搁较悬。哦，你若用台湾的人口去甲算看卖啊咧，我著用上少年的即个年龄层，台湾25万以上的人高血压，伫这年龄层哦，高血压，毋过无控制伫80到90以下。大家认为即群人内底大部分是有去看医生，但是无食药啊，还是完全无去看医生？较济。无病耻感。对嘛，无病耻感嘛，对吧？无去看医生嘛，啊，谁若无去看医生？这个人谁啊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健康检查嘛，对吧？你做工课，迄个公司就有即个义务爱家己做健康检查，吼，一段时间几年来来做健康检查。健康检查你就看到，我的血压是偌济，血糖是偌济，啊，血压上尾有一个医师总评，就来讲，你这血压伤悬，吼，建议你3个月以内去家庭医科还是内科去看，去追踪。啊，你若摕到即张纸，你就写甲懵懵咧。感觉者，敢若无啥无爽快啊，无代志嘛吼，啊所以即张就算了，就放喺边啊，对吧？因为高血压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就是无镜头，无镜头。啊，有的人会想讲，高血压若悬的时吼，颔管啊紧会暗啊是安怎？其实阮医学统计甲医学研究。看到的结果是大部分无关系，你颔管紧按，甲你血压称起来，迄个时间点有正差，而且定差啥济，吼，所以高血压大部分是无正头的，所以这少年人无去看，真合理嘛。我看到一个数字，伊嘛是。罐头嘛，迄健康检查的报告嘛是罐头，电脑自动带入来尔，迄病嘛是偌认真啊，对吧？就是罐头带入去尔。啊，所以我若无啥镜头，我就袂想要去看，啊，即阵人，你若是做一个医生，你想要去甲因斗相共，你要去倒去甲因斗相共？20岁以上。有真侪有咧做工课啊嘛，对无？你若去伊做工课的所在，去公司，而且你是合法的，公司请来的医生也是护理师，啊，你若讲，伊这有一寡所在吼，健康的部分，可能你毋知影安怎处理，无要紧，吼，你若有兴趣，咱排一个时间，我甲你开讲一下，吼，可能讲的。10个内底，若甲医生也是甲护理师讲，可能有3、4个就愿意讲，我来检查一下，我来去看卖啊一下，去看医生看一下，安尼影响力有足大个无？足大个，因为这个人本来是完全袂去看医生的，伊若要无出代志，进前是袂去看医生的，对吧？进前迄个小鬼嘛，高血压主动破去。啊，就过身去啊！
迄第一个上排第一名、排头名的原因，吼，就是高血压。伊的迄个病排第一名的原因就是高血压，啊高血压无正头啦，所以若无去看医生嘛是真正常的。所以你若想要做预防，比做治疗较济。伫台湾目前的民情上好的一条路，就是企业内底做医生。又摕到一个合法的一个管道，你会使去甲因抬杠，伊嘛袂感觉你怪怪，你嘛毋是来推销的，卖保险嘛是卖啥物物件，你就是法律讲，你间公司吼，你的员工有够偌济人，伊就应该爱。逐个月，还是每2个月，爱有医生还是护理师来甲恁照顾恁的员工的健康，甲因开讲啊，还是甲因讲一寡卫生教育嘛，所以我就找到这个核心价值，所以差不多应该讲做兵迄当阵决定的时还未找到，差不多几年前我开始找到这个价值，我就感觉讲，我做这件代志就有意义的。我开一撮力，我可能救的人就比伫看病我的同学救的人搁较济，对。我演讲，我对一间公司100人、200人演讲，讲你高血压的是大部分你是无正头的。你看你边迄同事，还是新闻这个少年，甲你差不多年岁的同事的人，伊无正头的高血压，就安尼倒落去。你敢要承受安尼的风险？你若去看医生，食药啊，其实无啥物副作用啊，对无？所以你去企业内底做医师，你会使救足侪人的，这个人后壁拢是一个家庭，对，你会使救足侪家庭。而且这款物件有当时咱就讲，这是一个讲无名的、无名影响还是无名的帮助，对无？一件代志，一件歹代志，你甲预防会无发生，大家有当时会感觉讲，你也无做啥物代志啊？你若啥物拢无做，会发生，你才去受贿，大家讲你真拍拼做代志。有当时咱社会安尼啦，但是就是因为我有想到这个核心价值，所以我去做的时，我就感觉足有意义的。我举一寡例甲大家分享佮先插播一件代志啦，就是讲，你若有下骹这镜头的时，你会去看倒一科？你腹肚肚会赤色，看胃肠科嘛，你若哪喉疼咧，耳鼻喉科嘛，你若查某人有心咧，妇产科嘛，你若骑摩托摆出车祸，骹骨断去。骨科嘛，对吧？所以你拢知影你啥物镜头看啥物科，过来。你若是有心查某人有心，囝生煞，你的产假8礼拜嘛放煞，你转去公司要做啥物工作？你生囡仔了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可能甲本来袂有心之前是了无共款嘛，对吧？你要做啥物工作？你转去做工课的时，有诶，比如讲你还搁伫饲无能，是毋是有一寡化学品你可能无适合去摸？这骨科会帮你看，会甲你斗看无？妇产科的医师会甲你斗看无？袂嘛？妇产科的医师敢会问你讲你咧做啥物工课？袂啊，伊是甲你的有薪的过程、甲生产的过程，甲你顾好尔，对吧？伊毋知你做啥物工课啊？另外咧，咱拄仔讲骑后倒摆跋倒，你若伫要去上班的路的骑后倒摆跋倒，看骨科嘛若是有骹骨断去，看骨科，骹骨断去，伊甲你手术好，固定好，你嘛出院伫厝的疗养，比如讲1个月了后，刷落来，你当时应该转去做工课。你若转去做工课，你本来搬动，本来爬楼梯，即摆可能暂时无适合，对无？
啊，你到底爱做啥物工课？啊，你到底当时才适合转来？即两个判断，谁爱甲你做？骨科的医师敢会问你做啥物工课？真少啊，对无？家医科的医师，伊敢会问你做啥物工课？加减也，但是伊问你的工课可能是 TOCC 啦，即摆疫情调查咧，问你讲你做啥物工课？你有啥物吼 cluster 无吼分组无吼？伊一般袂特别关心你做啥物工课，所以有心的有心人，吼伊生囝了后要转去做工课，也是你跋倒吼骹骨转去，你要转去做工课，做啥物工课？啊有啥物物件？有啥物代志袂使做？有啥物重的物件袂使搬？谁甲你判断？那你的公司、你的机构内底，若有医生、有护理师，伊就会使甲你斗判断，对无？就是安尼嘛，吼。所以我举几个例甲来分享，就是讲，伫我服务的公司内底吼，只要有查某人有心，护理师就会甲伊约来甲我面谈然后咨询，吼。啊有一摆，我就甲一个有心的劳工吼工作者开讲吼，了解伊讲伊做啥物工课，啊即马几礼拜，啊当时要生等等的，啊淡淡的我感觉讲，伊面相敢若怪怪，我问伊讲伊做啥物工课，啊即马有啥物困难无？吼，主管甲伊安排的，有心的这个期间甲伊安排的代志，有啥物困难无？啊，伊就讲，敢若有一撮辛苦啦，吼。我就问讲，啊，你做啥物代志？啊，无你带我去看者，吼。啊，伊就讲好，你带护理师甲我去看伊个做工课的所在。大家知伊伫咧做啥无？伊甲几个同事伫一个铁厝啊，一站的铁厝啊内底做迄落羊节、焊接啦吼，羊节的工课，啊内底有一寡盐哦。铅啦吼，有铅。啊，而且咧，因公司咧做的是迄个无人机，吼遥控的无人机啦吼，无人机。所以伊爱测试迄个无人机哦，伊爱伫大日头的下骹晒日头，伫外口一个空地啊，伫遐操作迄个无人机，大腹肚，大家感觉安怎？大腹肚伫遐伫外口晒日头操作迄个无人机。嘛，伤辛苦啦吼，嘛伤危险吼。啊，伊若楼梯要安怎对？伤辛苦。所以看了，我就随请护理师打电话互伊的主管，啊讲，阮即摆有一个即个政府规定，公司爱做的计划，啊，佮无拄正甲你的即个员工吼开讲了，我认为即摆伫遮晒日头，啊，伫遐接触即个电吼。无适合吼，我建议伊伫有新的即个期间，即个工课爱换掉，啊，所以伊就换掉。啊，若无即个，各有大家通仔想看下，政府若无即个法律讲公司爱请护理师还是医师去做即个评估，啊，即个人可能就是有新的过程中一直咧做这，啊，可能楼梯嘛，伊就想讲我家己洗，我过来。重新过来一届，对无？足可怜的。好，啊，搁另外一个有一届吼，有一届是有一个我去做顾问的时阵，有一个大姊啦吼。差不多50几岁大姊，啊，伊来甲我咨询，吼，啊，甲咨询的是因为安怎，护理师甲约来，是因为遮在囝讲，虎口啊讲，手门，哦，手门遮，哦，手门遮，足酸的，手门遮足酸的，手背啦吼，手门啊，足酸的，啊。甲了解者，原来伊做啥物工课？伊就是做迄个，我拄则讲显微镜吼，因公司做迄个半导体吼，就是高机的啦吼。啊，伊咧做的工课就是迄个
晶片吼，伊遐晶片爱放伫一个 acrylic 亚克力啊吼，亚克力的一个平台顶管，啊，甲迄晶片放喺迄平台顶管，啊，刷迄个平台伫显微镜下骹去看讲，检查看这有都有欠点无，啊有欠点就袂使出回去互客户嘛，对吧？对。啊，所以伊手就一直爱经安尼，因为迄 acrylic 迄个平台就是遮大个嘛吼，啊伊就爱经安尼，规工拢安尼看，啊遮手眉当然嘛酸嘛，对吧？吼，啊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工过要安怎开始？伊爱摕一个正方形的吼，四角形的，啊手爱经安尼，啊经足侪点钟的，所以手才酸嘛。你若是我，安怎甲建议，互伊共款会使做这个工过，而且手袂安尼。用机器用得真好嘛吼，啊咱有一个运动，吼，有一种运动，即届迄个奥林匹克嘛有啦吼，这种运动 size 甲这差不多的，咱运动的时阵摕一个 size 甲这差不多的物件是啥？倒球啊 ，table tennis 啊，table tennis 嘛。乒乓啊对啦，就是当初顶乒乓啦，乒乓是不是爱夹一个拉克豆啊？吼，细支的拉克豆，啊有一个通手通夹的素材对吧？对，这个平嘛吼。啊，你这四角形的这 acrylic 的物件，这个平台，你甲做一个平就好啊。对，伊手就通安尼摕啊，那就真轻巧啊，对吧？显微镜你看起来真轻巧，反正我紧的，对吧？啊，所以咧，阮讨论了后，就甲讲，你会使做这个。一个变起，一个变起哩，安尼就好啊。吼，啊，伊就讲，安尼会使哦，咱试看觅。后计我去的时已经做好啊。啊，咧大姐讲，伊即摆要去看后计课啊。这个决定影响的毋是伊尔，因规个迄条闪线的，其他的同事嘛会使用这个物件，对吧？有个人伊可能较无 complain。但是伊嘛是定清平甲清平价对吧？啊，连无人知啊，吼，无人去注意着。啊，咱用这个物件了后，因规间公司拢会使安尼。啊，清平价的人就较少。啊，平价，一个人若清平价，公司爱付出啥物成本？请代理啊。啊，请代理嘛，吼。啊，清平价你敢要互伊钱？哎哟，照咱逻辑法，吼，你若一年内底无请到30工，爱互伊一半的薪水呢，对啊，伊无做工课，你爱互伊一半的薪水呢。所以对于公司来讲，你人员的安排都足困难的，吼，员工做工课的心情嘛无偌好，因为就知影内我的手就酸啊，吼，所以安尼的即个解决方法，对公司足好的，对员工足好的。啊，对护理师甲我嘛减一个需要来斗3工的 case， 对吧？哦，所以伫公司内底解决这个健康的问题，当帮助足侪人，足侪人。我定下讲，定有人问讲，职业医学是咧创啥？尤其是讲你咧企业内底做顾问医师是咧创啥？我拢讲真简单，若你画两个医框啊，你就知影你创啥。一般的医师吼。门诊也是病院的，也是健康中心的，不管吼，一般做治疗的遐医师做的代志，就是关心你的健康，甲你的健康顾了，莫搁较歹吼，你破病，甲你治疗好，吼，这叫做顾你的健康。啊，你咧企业内底咧，你甲另外一个医框画出来，工课、工作，对无？阮顾的是健康甲工作两个斗做伙。你甲健康顾较好，叫做健康促进呀，促进吼。啊，另外呢，健康，一个人的健康若无法度 match 伊迄个工课，阮做医生的都要提出一寡建议，比如讲你即摆有锌啊，有的化学品你袂使摸，对吧？还是有的较重的物件，几公斤以上的你毋通搬，对吧？这叫做色性配工。色性配工，
吼啊，咱工课正面这个医科啊，加减有一寡风险啊，有化学品啊，有一寡真吵的声啦，吼，还是有 radiation 啦，吼，等等的遐个物件，吼，还是搬动啦，吼，还是物件弄落来，吼，等等这个风险，咱啊希望吼，伊对健康莫有负面的影响，莫有负面的影响，就个预防职业灾害啦，吼，所以。真简单，你若要了解讲，阮职业医学科咧企业咧创啥，其实就是甲健康甲工作两个医科啊配起来。阮顾的就是健康甲工课。哦啊，当然啦，健康伊范围足大个，有真侪专科医师别的物件，比如讲皮肤科啦、妇产科啦、吼神经科等等，遐有诶物件足专业诶。我若拄着遐专业，我无法度处理诶，我就爱。介绍伊去看迄个科的医师嘛，对无？吼、所以就是讲你伫公司内底，若有即个服务，你就会使伫真侪病未进展、未生出来之前，你就先甲有风险的代志先甲找出来，有风险的人先甲找出来，互伊健康教育，伊就有法度先预防比治疗较好，会即句话。一句吼，所以我咧做的就是即款代志吼。啊，个另外一个例吼，捌有一间共款伫新竹的外媒区的公司吼，有一间毋是我去服务的，毋是我去服务的公司，啊，但是因有一个 case， 麻烦我来倒处理吼，因为较复杂。啊，迄是啥物 case 呢？就是有一个人，伊运气较歹啦，伊得到一个。神经退化的病，哦，所以大家可能有看过啥物渐冻人啊，啥物等等的迄款的，吼，都是伊的运动，伊的感觉的能力会愈来愈退化，神经会愈来愈退化，伊要去便所一下，要食饭一下，吼，拢动作会变足慢的，吼，伊拍电脑、拍键盘等等嘛，足慢，愈来愈慢，吼，所以足辛苦的啦。啊，但是即个员工吼，伊之前伫公司的表现真好，所以公司足想要甲照顾的。啊，但是之前甲斗相共拢无啥物方法，吼，无啥物进展啊，吼，啊，所以就请我去甲斗相共，吼，啊，我去甲伊开工差不多半点钟，我就看伊的病历，吼，诊断书，啊，看伊即摆食啥物药啊，我请伊行路互我看，吼，啊，去看伊的做工课伊的电脑，伊的坐的所在。伊公司甲伊的坐的所在安排伫便所边啊，伊本来小远的，无咧行路要行足久的，甲伊安排伫便所边啊，因为最重视伊的嘛吼，甲伊安排伫便所边啊，伊的胃行出来到便所，嘛有创迄个手环、胃环，吼，拢甲做好专门为伊做的，啊，但是伊去便所嘛是爱足久的，爱食饭足慢的，中昼食便当，伊甲我讲伊。中昼12点开始食，差不多食到2点，一个便当才食会了，一个便当才食会了。哦，因为愈来愈退化，哦，身体感觉足歹，状况足歹。啊，我去甲各方各面甲伊讨论，哦，啊思考了后，过来讲，你敢会水啉伤少？哦，你敢会水啉伤少？我互你一个建议，你试看卖啊咧吼。伊差不多半点钟、1点钟就啉1喙，还是2喙的水。我也无把握，我无把握讲安尼有法度甲伊帮衬无。啊，但是过差不多3、4天，迄个护理师寄 email 来互我，伊讲迄个同事讲要甲伊说多谢。伊自伊刚开始就开始半点钟、1点钟就啉水，结果毋知安怎，伊即马中昼食便当。1点钟就食了，本来食到要2点，因为1点钟就食了，啊去便所动作嘛变较紧。啊，但是我知影只是一个较悲伤的故事啦，吼，因为伊着迄个病是无法度治疗的，敢若会愈来愈歹尔。啊，但是上无咱伫即个伊要搁咧做工课，啊公司嘛愿意甲伊支持的，啊学院的即个过程中，互伊嘛感觉过了较好安尼。所以有一寡真有成就感的代志啦吼。好，啊，煞来讲，甲当为止的困境甲成果啦吼。我拄则讲，
大家若会记哩我迄个我宜兰人伫台大读册迄场考point吼，你就知影讲我台大训练3年了后，我就无踮咧病院，我直接去新竹科分区嘛吼。啊，续来我就连门诊都无看，我家己出来，等于是我家己出来接 case 啦吼。我家己出来接 case， 大家认为这个决定有风险无？我甲这数字我昨有去查详细的，互大家看。台湾吼卫生福利部以前是卫生署啦吼，啊，即卫生福利部有史以来有发出去的专科医师证书有56873张，5万多张啦吼。专科医师证书，当然有个人有2个专科，啊，但是较少，大部分人拢一个专科嘛吼。专科医师证书56000张，啊，上济会考试。内科前3名吼，内科、外科甲家医科，内科有11000多张，外科有7000多张，家医科有6000多张。啊，阮职业医学科咧，大家要看卖啊。总共专科医师证书有56000多张，内科有11000多张。啊，阮职业医学科几张？401张。足少诶吼，啊，我是第326号，我第326号，所以讲足少诶。啊，这300多人内底，头一个无伫任何所在看门诊，敢若伫倒做顾问医师诶，就是我。大家感觉安尼有风险无？我做这决定有风险无？什么风险？收入对啊，你诶收入无稳定嘛？收入可能会无稳定，啊是安怎会无稳定？啊，有人请你去讲的是有人甲你请你啊，有迄个啊，啊叫你。哦，下讲当然是一场的啦，吼，啊，但是迄个顾问可能一届拢签1年2年啊，所以袂讲即个月有后个月连续就过。钱较少，甲啥物比起来较少？甲诊所比起来较少。袂啦，较济啦，我无讲。无啦，开玩笑，讲生笑，就是拄则有讲迄个咨询吼，第一延期啊，第三延期啦，是哦，你15分钟到到30分钟有300点吼，啊30分钟以上有500点，啊一般吼，一般若是阮职业医学科的专科医师甲公司签约，不管是病院还是啥啦吼，1点钟其实甲律师差不多，但是大家感觉我安尼决定有啥物风险？若是讲1点钟我的收入其实袂歹，啊我做这个决定有啥物风险？是安怎？迄头前300多个人，我先摆拢无人安尼做，敢若我第一个安尼做，一定是有风险，大家才毋敢安尼做嘛，对无？啥物风险？人这边甲你签，啊明年若无爱甲你续约咧。啊，我若踮去病院。哦，这病院可能较稳定，对吧？哦，对，你讲的重点。第二是你咧病院，你有像我伫台大病院的时阵，台大病院迄当阵，甲台大病院签约，职业医学科签约的外口的公司有19间，即摆搁较济，可能20-30间以上。啊，我伫新竹高安区迄个诊所，哦，我是互伊请的吼，啊，迄个诊所甲足济。高安区的公司签约几啊百间啦，吼，我一个月去20几间公司，所以我的薪水就较稳定，因为这个公司这个若无去，搁换另外一间来读嘛，对吧？所以我就是大家有领差不多固定的薪水，所以较稳定。啊，另外一个方面咧，你若是一间公司，比如讲你是用500人的公司，啊，你即马照这个法律，你想要请这个护理师甲医师来你遮服务。有一个人是个人的，一个人是台大病院，因拢写迄个报价单，互你，你敢会想要选倒一个？台大病院，台大病院呢，还是啥物严重呢？还是点间呢？还是马街？较俗对，有诶选较俗诶。啊，我开计酬拢较悬，我毋是较俗诶。吼，第一，我开计酬其实拢较悬。啊，第二就是你若病悬，这个是个人的，
这个是代表病院的。业者应该无介意。较无介意个人的。伊无介意你替员工想济，安尼医院较你讲啥？你替员工想遐济着，啊，即个袂使。袂咧，像拄则迄病假，拄则迄个病假的代志啊，我甲公司升级呢，对无？伊较少请病假，是请病假的较早转来，较适合的时间就提早转来，其实省钱啊。我做拢是安尼啊，袂互袂去偏心讲员工，也是偏心公司，我会互两边拢感觉安尼是有价值的，请我来是有价值的安尼。吼，但是共款有风险。你做一间公司，你一般较会去相信病院嘛，对无？我看病院签约较有保障啊，对无？吼，以后壁佫有其他的科嘛，吼，因病院遮久啊，大家嘛知影即间病院，你个人我毋知你是啥，吼，所以风险其实足大的，非常大的，吼。啊，所以这就是困境之一的，吼。但是为虾米我迄当阵嘛是决定要找人出来，我袂阁互请怎？你若有法度接甲共款遐济时间的 case， 你的收入会比互请的时阵加真济。而且，你若互请的时阵，你去一间公司，比如讲 TSMC 啊，台积电啊，台积电。伊是无人去服务的，我伫台大的时阵去台积电服务啊，啊是逐礼拜，也是逐个月可能无共人去服务，你服务的品质无法度固定嘛，无法度固定，所以，比如讲你对家己的服务有信心，但是后个月换人啊，你台大病院是后个月换你学长还是老师还是其他的同事去，因若对啊，因若表现无够好安尼。你的名声嘛会去影响到，所以就讲有优点嘛有缺点嘛，但是我找人出来的风险有影就是讲，你接 case 的是真济公司，第一伊可能想要较俗的，第四个共款介绍的时阵，伊会想要找便宜，袂找个人行政的效率嘛较歹。你若伫互人请，你代表病院去服务的时阵，你若感觉有啥物代志，比如讲这一个 A4 的单，你想讲这个 form， 这个表格，你想我改较好，伊就爱叫你规科的人大家去敲嘛。但我家己这样服务的时，我想要安怎就安怎，我甲公司敲好就好啊。所以优点缺点拢有啦，优点缺点拢有。所以呢，今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是安怎决定要行这条路。大家可能有印象吼，我做兵迄当阵，外科迄我徛久挡袂牢，甲袂掉。内科迄神经科、复健科、内科甲职业牙科，坐久我嘛挡袂牢，所以其他三个袂掉，选职业牙科。而且袂使点去便宜，我就是爱去企业内底。做顾问医师才会使，但是做顾问医师甲读大学的时共款，有一个困境，就是讲，是安怎？是啥？就是人生的重要的决定，你若无想到一个互你家己安心的答案，这个问题会阁翻倒头来找你。所以我想到的就是预防比治疗较好。大部分在病院咧诊所。在甲人看病的医生，拢是做治疗。我恁头前甲因斗3工做预防，我做了有成就感，大家互相斗3工。我若这个人有需要治疗，我就甲介绍我的同学，也是介绍熟悉的医生，甲讲你去看迄个医生，伊真好，对头前我甲预防顾好，真正出问题，请伊去看医生。所以安尼，规个都甲一个人，在做工课的人。伊的健康顾较好，我感觉安尼足趣味的啦。好，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差不多到这。
吧吼，就是我前一阵仔咧疫情咧三级警戒的时阵吼，我有学迄个 Android 的 app， 所以较歹势 iOS 你若摕 iPhone 都无法度，因为我即摆还袂晓，吼，所以 iPhone Android 啊，这个 app 是咧做厝内的计算的吼，你若要讲买厝，吼，你爱甲银行贷款嘛吼，你要贷几万。啊，伊个利率是偌济？啊，你要贷几年？啊，伊就通真紧甲你算出来讲，你逐个月爱还偌济钱啊吼！啊，伊敲出我的名，考问号，对，看到我的 blog， 啊 blog 顶悬就会写，吼。听你安尼讲吼，我真佩服嘛，因为阮厝内底嘛有过来医生啦吼。啊，我想要问你，就是讲，像你行即个较少人行的路，啊，你其实你的父母啦，是讲你的亲戚朋友会有咧压力无？你会感觉讲你跟人家不一样哦，有啥物迄个？啊，当然，因为你即摆你有找着你人生的价值，你感觉你行这是足有意义的，你应该是过得介快乐。但是我想你应该有四周有互你有压力无？压力当然有啦吼，厝内人互我压力当然有，啊朋友，就算我同学嘛，感觉你即科啊怪怪，嘛，知影这是啥？啊，但是吼，我感觉我足好运的，吼，这有当时啊，就是讲，譬如讲有一寡代志，有人会较敏感，有的人就较无感觉，有的人就较过会去，较无会得过啦吼，会过心啦吼。啊，像我就是讲，我有影为25岁以后。我人生的重要的决定，比如讲结婚啦，吼，我要住倒位，我要徛倒位啦，吼，要住庄脚还是都市，啊，我要做啥物工课，等等的吼，选啥物专科，我拢是斟酌甲思考，啊，思考了后我就做决定，啊，我做决定之前，我可能甲真侪人请教啦，吼，我看真侪人过去的伊的生涯，啊，但是尾啊，我做决定以后。其实我不哩歹吼，我厝诶人来甲我建议讲安怎，我来讲真多谢你互我建议吼，啊，但是我这是我人生诶重要决定，我嘛想真清楚啊，所以我袂改变，吼，我决定安尼就是安尼做，吼，啊，所以确实有一寡人生诶有诶决定啊。有个人包括厝内人会感觉安尼怪怪，还是感觉甚至我安尼可能无照因的意思啦。啊，但是我就讲我较好，就是我对即种代志，我的判断就是，迄个美国斯里康贝利啦吼，四股，迄字啊念，涩谷，斯里康贝利有一句话叫做 YOLO， 吼。YOLO 啊，英语的 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你敢若活一摆尔，你敢若活一摆尔啊？你敢若活一摆尔，你是安那要活伫别人的价值观内底？你敢若活一摆尔，你是安那要活伫别人的梦想内底？哦，所以我差不多拢是25岁以后，我就是用这个原则来做我的决定。哦，所以你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讲我咧思考的时阵，我会开始这样请教包括厝内人，啊，但是一旦我决定做落去，我就会照安尼做，啊，所以简单讲，伊若搁反对也无效啊，你生意看真好啦吼，啊，你有迄情理人心嘛，我有无出来真做吼，啊，过来就是讲。你拄仔讲几啊摆，预防胜过治疗吼。你只讲代志吼，会使另外一讲话。煲胎看下佫做袂来。哦，对，对不对？摆你会使安尼讲。是，当时当属顶煲胎较赢做袂来，吼，煲胎是头前嘛，做袂来是生囝了啊。煲胎较赢做袂来，哦，水。后摆佫会使摕来斗。多谢。像我，吼，其实照即个煲胎较赢做袂来即个原则吼，其实我咧定演讲的时阵，拢有甲真侪私人企业也是公家机关分享，比如讲健康检查即件代志，吼，
像我毋是讲我顶礼拜迄空间杂志吼，伊咧做迄个企业健康公民吼，咧评选才会来想要来比赛的吼，来看讲啊，你照顾员工的健康照顾了有好无吼？啊，有当时啊，有诶人，包括有诶评审伊咧评的时，伊就问一个问题讲，啊，恁公司开偌济钱伫健康方面，伫健康方面，啊，但是其实开偌济钱毋是上重要的，甚至伊根本毋是重要的代志，吼。比如讲一个公司的互相的比讲，阮逐年吼，阮逐个员工吼，看分几级。啊，这级的我健康检查互3000块，啊，这级的互1万块，吼啊，高级的第一阶层的主管互伊180块，等等。其实我听到迄，我感觉不离失望啊，因为健康检查无应该安尼做。吼，健康检查伊是爱有设计过，啊，每一个人的适合健康检查无同款。啊，即摆市面上你会使看到的健康检查，真侪拢是无适合做的。所谓无适合做，就是讲伊的缺点比优点较侪。啥物说缺点？你可能想讲健康检查哪有缺点？我加检查加好啊，对吧？加注意我的身体啊，哪有啥物无好？健康检查有啥缺点？大家捌想过无？容易医疗资源啊。即一2年是毋是有一个议题，大家咧吵，就是讲爱铺台无，铺西哦。铺台无，对无？啊，若讲认为无应该铺台，大家会记你伊的理由是啥？因为伊无准嘛。无准对。无够准嘛。啊，无够准，你若应该有病，你检查出来甲讲无病，还是你若根本无病，你甲检查出来甲讲有病？啊，这就出问题啊！啊，这一项若有够侪时阵，造成规个社会问题。咱医疗资源就会无够嘛。健康检查嘛共款，有诶检查伊足无准诶，足无准诶。你诶检查出来结果有可能你无病，伊互你一个红字，啊，你会烦恼啊！你烦恼，你有当时会烦恼几啊年，啊，其实啥物代志都无。吼，健康检查会安尼，吼。啊，是讲伊检查出来是红字，啊，你会去进一步去做一寡爱除的啊、爱切的啊，是啥爱开刀的啊，但是其实免做，吼啊，所以这就是保胎较赢做回来，这个观念其实足重要的。啊，今日毋是讲这个主题，我简单甲大家讲一个足简单的一件代志，你做健康检查以后拢会使注意的，就是你若是抽血验癌的，吼。癌症的体检，若是用抽血，吼，啥物 CEA 啦、CA125啦、CA199、AFP 啥的，吼，肝癌啦，吼，啥物腰鞘癌啦，啥遐，拢莫搞。抽血验癌症的，拢莫搞。目前拢做袂准的，嘿。啊，其他的项目就无时间。讲较详细啦，吼，啊，就是其实咱的台湾的目前的大家的对于健康的关心甲民情吼，足欠缺的一件代志，就是应该爱有这个服务，啊，人民嘛应该爱有这个意识，讲你爱开钱去买这个服务，啥物服务咧？你还未破病的时阵，比如讲你开。1点钟开2000块，甲一个医师，还是营养师，还是物理治疗师等等的，甲伊开讲，讲我即摆健康状况是安怎？啊，你会使甲我开讲1点钟，甲我规划看卖讲，我未来3年，还是5年的人生，我应该做啥物健康检查？吼，我运动爱安怎调整？我的食食爱安怎调整？这足重要的。